继续来看高雄有20个乡亲小酒到这个小琉球来佚佗，初7迄暗到海产大食饭，隔天有8个人吐骨流，因怀疑是海产大食物引发着中毒。卫生局接到通报，马上去采检。海产大讲，即卖就是等待调查结果。 卫生局的人员来到海产大，为食材到调料等等拢唔放过。这么大动作进行采检，就是因为接到通报，敢若有人食物中毒，进行疫调与环境检体采样，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重判是否确属食品中毒案件，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办理。高雄有亲友团拢总20个人到小琉球佚佗。11月7日暗时，因到一间海产大食饭。 食在鸡蛋工，8人出现吐甲流目的镜头，紧急送病院。7个人已经出院，剩1个还搁伫病院继续观察，目前状况稳定。我嘛搁等来到这间红指控的海产大。现在还是给卫生局去，他要裁剪的嘛。对啊，等他们报告出来再来讲。店家无愿意加讲，敢若讲一切拢等卫生局的调查，同款是照常做生意。 到底这群人是不是食海产大食物，胃肠才会无爽快？这拢要等调查结果出炉，才会当知影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